今年过年有10天，再碰到寒流，一寡有路无厝的家友日子是真歹过。在新北市社会局特别伫邦桥的外展中心提供食食甲防寒的物资，希望互因较好过年。穿一寡寒天的衫裤，参更顶顶，要互家友年节较好过。新北市社会局伫邦桥的外展服务中心，这几天拢无休困，特别传烧的协助家友无中断。像是便当，然后像近期天气比较冷，然后也有姜茶可以喝，然后还有饼干跟泡面、糖果等等。社工表示，因逐工拢会协助过来的家友，因为10天年假搁撞着寒流，除了年节进前就提供平安物资，这逐日嘛会对下晡1点到6点开门提供食食、洗身躯等等服务，会持续到29。社会局嘛表示，除了定点的服务，社工嘛会轮班处理民众通报的案件，嘛因为这2天温度较低，除了协助有紧急需求的家友，嘛传有效的物资4个来分发。所有的公所。前往我们皆有的一些活动地点，去关心他们，也发放御寒的物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有备有临时安置中心的床位。社会局表示，目前伫新北市的家友大约要400个，除了外展中心外，其实嘛有每学公庙等等提供食食，伊嘛通摕餐券到合作的店头，伫寒流的年节感受到一寡温暖。记者陈文丽、小凯新北采访报道。